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基泰建设伫咧大直的这个建案所造成边仔人家厝有一栋规个塌落去。针对25户重灾户的案底，这都法局有提供3方案予民众来警，有搬去南港的国体，或者是住附近的旅馆，也有予这民众去税厝一平1600块的租金补贴。下晡，台北市法务局长连东凯也去到法院，替一寡受灾户申请第2届加口额，初步估计这金额有到2亿。拖行李箱手里大包小包，透早陆续有住户炸行李返厝。台北市大地民家因为基台建案时间无细致塌落去，42位住户移用性铁力，经过技术工会鉴定安全无问题，176户居民会当返厝。统计到11日下晡2点，登记返厝大概拢总44户，部分民众表示也是会烦恼。我请半天，然后是被扩大那个撤离的，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啊。就是铁门变形这样子，会担心哦。对，还会担心他们的地基都松动了。针对25户规栋沉落去，这些住户的登记案底，市政府要伫13召开说明会，拢总有3种方案予住户选择，包括南港国体已经保留40户，其中准备好25户有家具、冷气、冰箱，要予住户安心来住。第二，若是住户想要住伫台地附近，安底旅馆会当继续提供。第三，就是提供一平1600块的租金补贴，予住户会当选择伫厝的附近租厝。市长张万安下令，即马开始清查全市184个工地。今天开始，台北市政府就会和4大工会务必针对184个工地进行全面清查，尤其是基泰建设和福益营造的工地彻底清查。我们会去检查，包括连续壁有没有照施工图上面的去来执行，然后监测资料有没有正常。法务部下晡国体受灾户申请第2波加口额，初步金额是2亿。目前25户严重受灾户内底，已经有10个住户委任律师，不过基台答应提拨1亿，款项到即马也未拨入台北市政府指定的银行口座内。从昨天开始，基泰公司就一直说他会提供1亿元的金额给市政府作为重建费用的担保，但是到现在为止，基泰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汇进去，而是不断以他公司内部程序的理由说没有办法这样做。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愤怒。大地民家塌落去，25户居民有厝无法度住。副市长李树川表示，等要为2楼开通甲做站帮，若做结构安全，有希望12队安排伫特殊队陪伴，限时予25户居民返厝摕贵重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建设伫咧大直的建案发生问题，负责做连线壁的包商叫做济威营造，即证交所也派人去到基泰的公司进行查缉。今仔日基泰建设的股票是692块，2个交易日等于是减少13亿的市场计销总值。那市议员王世坚、陈义军早起也去到北检，告基泰建设的负责人杀人未遂。上班的人进进出出，会务人员也无用散会，这是台北市兴隆路造成民体崩塌的基泰建设总公司就伫这栋大楼10楼，证交所11派人去基泰公司进行违抗实地查核。台北市都法局也公布工地下包连续壁厂商是济辉营造。所有一系列的公布相关的这个营造厂、下包厂一个也都不要跑掉，好，那大家都可以避开这个雷区。到新北市三重埔济威营造，伊就伫民体3楼红色大门顶悬搭一张小小的标签，写济威营造有限公司。总机人员表示，主管处啊开会无法度进一步说明。对，我们做他的连续壁，这个可能是要等老板回来，他们是去开会，对。几啊天拢无出现基泰70总算开重大信息说明记者会，董事长陈世平宣布请辞，高强调所有责任伊一个人负责。不过民进党市员王世坚提出一张证据，表示基泰早伫司法进程44天就已经知影，部分检测仪器已经超出警戒单，而且附近住户早伫8个月进前到4月定情，因为基泰动工造成大门歪去，壁逼开、漏水等等，想要到台北市都法局煞回复。会看标的，无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建筑工程应继续施工，本局无要立管，佮继续学。所以第早起去北检，提告陈世平杀人未遂。他不考虑已经观测到的数字，你还要求工地，加紧施工，所以你们就开挖了，完全站在
你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在考量。昨天已经有提供了，那因为只有8、9月，我们现在持续请他提供完整的这个监测资料。除了市关王世坚2摆对基台提告以外，查到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也告发基台涉款刑法第193条违反技术性规罪。目前台北地检署已经签分他一案，指派检察官进行调查。基台早盘估计跳空跋停收盘61.39块，以12.05块跋停收市，超过1.3万张卖单排队等成交，总共将近2个交易日，期间损失超过13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涨落大水后造成严重的灾情，亲像这嘉义水上中部，拢因为这个赤兰溪溪水涨起来，有一寡路段是水淹到1公尺深，至少有2名士大是被护照互淹死啊！啊，那伫咧德江呢，有这水崩山甲双架的遗体砍掉的，一直到中昼才找到。也因为这个大水后的屯大阿里山火车行是无开，也为着这安全设想，明仔载也会休困一天。空中摄影机伫天顶咧坐，下海怪手也拢无停，受低压带影响，家己车站落大水后，暗时土石流冲入德墾乡10号后面体，后一号原本11要出山的商家，亲人为体互土石流冲走带咧，一直到11中昼才找到。一颗石头落地的哈，就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另外，水上中埔乡也因为赤兰溪暴涨溢流，地处部分路段水深1到2公尺。水上永琴至福桥往台82线道路，一对老翁某因为被辅导生受困车内淹死，馆长洪忠良赶紧为日本返来到重灾区勘灾。长时间的强降雨，有时候它还是会被突破掉。那基本上，那我们整个村落的这个积水的部分，那我们大概都全部排除了。那整个山区的土地比较松软，所以有坍塌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在抢救当中。伊讲伊7点半过来到这，看到到还好，过一下尔，一下子而已，规个就淹起来啊！淹起来的时间点大概几点？应该大概在8点20左右啦。水又搁紧又搁急，淹到后面将差点无法度离开，土水毁坏中和吉乡村的徛家公庙，甚至厂房内底加固设备，民众是损失惨重。中埔乡同款受疫情影响大淹水，水深至少1.5公尺。赤兰溪边仔遮，阮恁2台吼，游水机拢太伤老旧啊。啊，伊个功率都伤小，其实拢救袂去啦。所以讲他半点钟就放起来。林体人员赶工清理铁轨62因经停班停课停驶阿里山林体，因为山区大水后造成林体本线，嘉义甲12道路段2个边坎土石出来，12停驶。按算下晡清理了后，12气运转确认无问题，13才个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咱人若准伫咧轿车内面，撞到外口伫咧淹水，会当安怎处理呢？这新北市消防局就建议讲，会当甲这窗仔门合好破，赶紧来逃生。另外，消防署也要提醒讲，若准这淹水呢，淹超过1/4车轮啊，遐悬，就无建议继续驶啊。大雨后侵袭嘉义县一对翁仔某，因为这场大雨疑似被护导生掉伫车内死亡。暗间一台货车会当讲雨水淹起，嘉义多年前也捌淹大水，消防出动抢渔船，将车内2个人救出来。台中大甲地下道9年外前严重积水，母亲载囡仔经过时渡水，造成1死2伤。那万一开车拄着淹水，要安怎应对？由于人都有躲回车上可以让心理上觉得安全的这个想法，应该要尽量早点想办法逃出车外。一旦车辆熄火，佮淹到车帮1半悬的时阵，车门恐惊真歹拍开，趁水位佮先关进前，关节逃生先自救。你身上可能会有车窗击破器之类的对着窗户的4个角落去做这个撞击击破。那我们直接压。玻璃就碎掉了。用车窗跌破去用来讲，玻璃就安尼吹去，减去7外公量，一倒滑落去安全带分2半。就算无这类器材，像锁匙、车头枕，拢会当做破窗神器。也毋过使用的时爱注意，一直讲车窗恐惊搁较用来也真歹讲破。只要把这个缝隙插进去，往后一扳，玻璃就会受到这个应力之后就破掉了。天开消防器材，各项装备拢有，毕竟接到淹水受困通报，消防从第一线救援，在抢救过程中难免拄到困难的情况。水是比较湍急的那种救援来讲，船外机搭配我们的那种所谓的橡皮艇去做救援，那就是你要有
更多的救援的方式啦。那再来就是你那一台车，你要如何去把它固定在水域上面。那受困了后，想办法脱困，有防更较重要。消防署建议，在发现水位相关进前，都要有特别意识，上安全的判别。水淹到1/4连太悬，都要有警觉，减少涉水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昨受到这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的雨水袂输是用倒的同款，各地头也拢传出灾情。也因为这雨水正高，予咱台湾上界大的水库——曾文水库，这2年来头一届，因为这水已经填满满，要放寡水。若讲到这礼拜呢，各地头天气有变较稳定，不过过到了后，也是要注意西北雨，特别是山区。影响台湾的低压云系8月已经减弱，所以8月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但是各地山区过道开落雷公雨，气象局提醒，尤其是花莲、台东和中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因为8月到8月大部分地区天气算稳定，但是过道开像雷公雨，尤其南部山区雨会较大。其实从周1到周5呢，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影响的天气为主。周2、周3的时候，其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让南部地区、南部近山区有一些较大的雨势出现。那到了周4、周5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会相对的缓一点。因为台湾自8月底开始，小连续受到风台、苏拉和海葵的影响，落真侪雨。大部分的水库有够成甜，加上这2日南部接的上大雨，尤其在文水库5月底蓄水量仅6.5%，水量剩3000多吨。原地黄酸雨季，搁咧烦恼无水通用，即马水量有到5亿吨才济，已经要满库。吹这也毋是2年来头一届放水。即马咱南部的水库拢差不多拢满，所以咱一季做每年的一季做迄个桥啊，咱的桥啊的用水，做咱台南地区。遮的这个用水都应该是小可已经拢特动，伫每年3、4月进前咱拢会当较放心。根据水利署的统计，目前全台湾的水库侪拢要填，未来嘛有放水的需求。水利署副署长王杰峰表示，水库要放水进前1点钟，拢会透过广播发通知单去予公所和里长，先通知住伫水尾的民众放水的时间，提醒大家唔通去到溪边，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咱台湾伫咧2020年6月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口蹄疫疫区名单摕掉了后呢，即马也要准备做外销的市场。国内6间业者伫今年初摕到外销菲律宾的许可，9月11早起，头一个货柜有22吨的青猪肉正式送到菲律宾。工作人员将青猪肉分类包装，这是咱高自口蹄疫疫区除名了后，中期外销第一批货柜，17尺货柜装载22吨青猪肉，会经海运销去菲律宾。有经过这7天下到，想起今年1月，国内有6间业者取得菲律宾农业局进口核准。7月，菲国猪肉进口商来台访抢，经过2个月协商，总算攻成订单。菲律宾的检疫官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品质非常的高兴。我们是卖给那个盘商，所以他们出去的话，可能会在菲律宾他们的比较大的超市来销售。想起咱高自1997年3月17日，成德县防治所发现头一个口蹄疫，随即爆发大规模口蹄疫疫情，停止青猪肉出口。当年5月，疫情渐渐控制，猪肉市场继续渐渐回稳。自2013年了后无案例，继续使用口蹄疫疫苗，后续经过颁奖了后，伫2020年改列模组疫苗，非口蹄疫区一直到今年总算恢复出口。我们把24年的口蹄疫，那我们终于拔针成功。那我们也现在在进行传统猪瘟的拔针，我们要开始来进军国际市场。我们要拼这个东西，应该程序上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掌握，还要有消费者团体的一个参与。对于农业部饼，后一个阶段目标是传统猪瘟版针，自112年7月起。全国猪只已经停止做猪瘟疫苗，需要届满1年无案例发生，就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申请，争取认可是猪瘟非疫国。学者建议，因为国际组织审核严格，包括对民间消费团体访谈，呼吁农业部会当整合业者甲民间团体，定做民间市场，同齐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呢，有一间正出名的牛排馆，3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收起来，今年3月重新开幕了后，短短半年之间就传出着财务危机，昨说是熊熊拄打。台中市劳工局也证实讲，已经有31位员工来申请劳资调解登记。这调解事项包含对8月开始到单的薪水、资遣费、加班费等10项诉求。
店面轰打头家欠钱布条，大门也锁起来，涂骹全拢是互讲喙的机能卡。厂商也赶来者赶紧搬货，原来是台中有名的一家霸餐厅台中牛排馆团出无有境停业。那公司是有承诺我们会收到的，对，所以我们没有想过就是老板会这样子做。目前台中牛排馆内外场包含已离职员工，总共有34位这样子。来到总部所在地，同款也组织不少厂商将特钱物品甲存货会当搬到尽量搬，希望将损失减到上低。伫台中经营真侪年的台中牛排馆，3年前捌休困，今年3月换予姓股负责人了后重新复业，想袂到短短半年就传出债务危机，车闸暗都无有境停业。他就两手一摊说他就是没有钱，他没有办法支付。对，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他是月结25号汇款嘛，可是25号他就是不能付款，这个月8月份的他还没汇给我。员工无奈表示，因为生理愈来愈无好，6、7月拢phòng检薪水甲班费也无摕到，8月薪水是完全还袂领，指控姓股负责人毋出面。那姓股负责人11下昼是来到总部，部分厂商将物品搬走报警，也毋过也坦白讲，资金确实出问题。现在已经倒了，好，那因为这个负债下来是几千万，不是只有一点点，所以我很认真讲说，我是已经尽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失败了。调解事项主要有积欠8月的工资到现在、资遣费、加班费等诉求。劳工局会尽速召集事业单位雇主及劳工来调解。台中市劳工局表示，会尽速调集劳资双方来调解。那雇主已经无费用甲能力，会当发工资加资遣费，会协助劳工申请工资电商基金来处理工资加资遣费。记者综合报道。丰台海龟经过初3这天伫花莲风雨是真大，其中县政府起的青年主体却是淹水佮漏水，住户也抗议讲，这工程的品质是有影真恐怖。专家今仔去到现场发现讲，这厝顶的排水孔伤过细，数量佮无够，这厝顶的水才会对别条管线泄入去楼骹。花莲青年主体初3风台来时阵，东边4栋的大楼电梯积水，地下室淹水；西边 F 栋、G 栋大楼2楼的通路嘛淹水。经过专家初步判断是，迄间雨伤大，致使水沟未付消透。按过住户即期迄个时阵，水差不多是为大楼厝顶的管线泄出来，毋是水沟啊倒灌。目前看是景观灯的那个水流下流，因为景观灯下面是电线管线嘛，所以它流到那个 F 栋的轻钢架，然后再往那个走廊低这样。会议结束了后，专家搁去咧楼尾顶会勘，结果发现排水孔上细孔数量搁无够，厝顶水当然会为各管线流落来，认为设计单位有真大问题。县政府要不要去追究那个设计建筑的责任？怎么设计这么小一个断面在排水？解决的办法就是现在也不可能从7楼、5楼再去流，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女儿墙这边打一些泄水孔。住户报案，除了淹水造成重大损失，都连社区内的车路、地砖嘛拢铺无平，唔敢相信这种品质是安怎会当得到一寡奖项。250万的价格，它不应该是250的建筑，对不对？哪怕那么多建筑规章，我们不应该是250。建设处是答应会协助社区整理需要改善的所在，并要求施工厂商解决问题。若是公共排水系统这个部分，因为牵涉到中央的法令，会甲主管单位协调讨论规划改善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非的国家摩洛哥发生规模6.8大地震，到今已经是第3天了。就这居民指控讲，到今是第3天，政府拢无来甲因救助，这亲人还佫卡伫内面，到世界拢会当闻到这尸体臭气的味。不过，伫个关火中心却是有规定人要关火，希望讲会当帮助这寡受伤的民众。民众围伫地动派去的厝体边，一直伫咧土石堆找亲友的遗体。北非国家摩洛哥西南部西北半暝发生规模6.8的罕见地动，搜救已经进入关键的第3天。虽然黄金72点钟最后阶段分秒拢重要，不过在地伫较庄卡的山区，也是有居民一直等无大型工具挤入来，连其知影亲友缀伫土石堆内嘛无法度。كاينه فيه مرته العريس كاينه فيه اخته كاينه فيه رجله ما كاينليش بدوم الله يجزيكم بخير وارسلوا لنا هذا الازرار للسلطه باقي الناس تحت الانقاض
3 أيام هذه وما تحت التراب عطات ريحتهم وحشومه السلطه المحليه ما عاونت بوالو。准讲遗体找到，嘛无人协助安置，居民敢会当用手，还是用沙条临时乌蒙啊？比起其他的所在，已经有救援队入去的地区，民众会当暂时伫텐道内底住，真正是差真济。灾区的环境真艰难的同时，我近正用的历史老城马拉克斯关会中心外出现大阵民众，白日伫街路排队听候，内底等候区原来拢招人，阁看到外国人。 من الوالد تاعي تقول لي قال لي سرت برا بالدم حيت كاين الناس كذا تشوف واقعين في ازمات اللي هما كبار خاصهم الدم لهذا خصنا كما تشوف على برا كاين تضامن كبير راه بزاف الناس يتصنعوا على برا في الشمس واخا عارفين الصف طويل هذا صراحه فرح في المغاربه هادشي بزاف وكاين حتى الناس من على برا ما لهم حتى شي حاجه مثلا في الدول تاع على برا مثلا في اوروبا جايين حتى هما تيتبروا بالدم ولكن هما لهم والو باش عرفت هذا راه زوين 这民众伫关键的时阵手唔闭起来，就是为着挽救生还者一命。到台湾时间11日下晡，这间强的地震已经夺走超过2100条人命，另外一个2400多人受伤，不少人伤势严重。摩洛哥政府已经宣布全国哀悼3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为了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除了交通工具甲石化产业，这建筑业也当咧做改变。澳洲是出产真侪尤加利树，最近也开始流行讲用这个茶落去起大楼。就一寡大楼一起呢，就是几60层楼的公共建筑。 建筑工地有厝架啊、吊车，看起来甲一般时间当中大楼拢共款。按过详细一看，因发现位边甲楼板，甚至内底架景全部用柴块。这是澳洲塔斯马尼亚岛北部第2大城朗塞斯顿，历起当中的7层楼啊建筑差不多是28公尺，所用的柴板拢来自澳洲出产的桉树。 We've taken material that was destined for the wood chip pile, that was going to China to make paper, and build it into the timber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当然，这桉树唔是材料直接基做所需要柴板大细，是经过材料工程做所谓的直角式集成板材 CLT。 也就是用无共款的方向配置造成合成柴板，经过这种工法处理的材料，用作为建筑结构当中承受顶悬重量的承重壁、抵抗地动的剪力壁、甲过楼层的楼板、甲天棚等等。 We've got past infancy, we've got past proof of concept, we're now getting to the thing where it is a contender. 根据澳洲政府清气能源基金会估算，建筑业耗电量占澳洲全国超过一半，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占全国差不多25%，所以提倡所谓绿建筑，真做重要课题。这绿建筑的概念无限制伫建筑物本身，也包含建造过程甲所用的材料。 Speed of construction has really surprised us as well. So we erected 5 levels of mass timber in 3 months, whereas if that was traditional concrete and steel, it would have been at least double that. 清气能源基金会已经投资3亿美金成立木材建筑专案计划，要加速伫澳洲全国推动用木材为主的建筑，希望应对澳洲伫2050年达到零排碳的目标有帮助。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有真侪国家会修法保障动物的权益，禁止马戏团用真正的动物落去表演。伫德国的良卡利马戏团为着要保留因的传统，渐渐无用动物落去表演。不过因也是开50万的欧元，把所有的动物改做是3D 的投影。我像双脚徛起平行时，马戏团常常看到节目，暗过训练过程常常看见体罚虐待。 即马国际之间禁止动物表演的风潮，德国隆卡利马戏团无愿意就安尼放弃传统的精彩表演。伫1991年就取消三亚场表演，搁伫2017年停止所有真实动物表演，搁进一步伫2018年开差不多50万欧元，超过1700万台票，将动物表演的部分全部用3D 专项投影来代替。 Imagination is the limit, so whatever you can imagine, and it can be created by an animator, by a graphic designer, then it can be also shown up in a circus show or in any hologram show. Natürlich sind die Kosten auch nicht unerheblich gewesen, denn 8 oder 10 Pferde zu haben, kostet natürlich Geld. Man muss Stallungen haben, die groß genug sind, das Futter und so weiter.
小艇啊，提起表现三面农夫就算照真实动物的表现，场内共款精彩闹热。老牌龙卡利马戏团创立伫1976年，有个观众原本无听过，不过拢以无真实动物的表现引导理念来看。龙卡利用11部绿色公园工程用导影机将360度动物影像呈现给观众，也真受欢迎。Ich finde, Tiere gehören in die Freiheit oder in den Zoo. Und die Akrobatik, die hier geboten wird, ist so fantastisch, ist so spannend. Ja. Sie ist so, dass man mitgerissen wird und wirklich. Und da braucht man die Tiere nicht. Dann kann man in den Zoo gehen und sich die angucken. 动物专项导影即马被看作是世界上上大的电工秀之一。龙卡利马戏团佫透露，未来亲像空中飞人或者是小艇的表演，也会数位化。公司新闻深入批评报。有100年历史的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进前因为战争的关系，无法度排练。落尾恢复排练了后，也用音乐来安打民众。全部的团员79名来到台湾演出，因也讲看到台湾人对因的支持和热情是真感动，因也特别准备台湾的民谣《望春风》，要献给台湾的民众。这首《望春风》是台湾早期歌谣，这嘛是乌克兰交响乐团送给台湾民众礼物。头一摆来台湾演出乌克兰交响乐团，特别来到高雄开记者会，唔但准备《望春风》这首台湾的歌谣，指挥家佮传了全团79位成员来现场演奏乌克兰国歌。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received the music a few weeks before our trip, and it's really nice music.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已有100年历史，去年煞因为战争暂停演奏活动，不过因有缘继续为避难所的民众演奏。今年乐团来到台湾表演交流，嘛是希望会当传达乌克兰坚定力量。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加欢迎。这一次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特别来到台湾，我们要也特别表达欢迎。跟支持的意思。Our people sitting and fighting now, and our relatives there, and many deaths, many victims, but our front here to introduce Ukraine in the world.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对12到13连续3天，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演出，以后嘛会到全世界巡回演出。希望透过音乐的力量来传达乌克兰人的坚定甲勇气。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有3位成员最近投诉媒体，讲专案小组到今拢无具体成果，批评执政党无意志也无才调。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表示，这行政院伫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议题顶头呢，当然透过汇报机制收集大家意见，深入检讨，也强调讲目前无拆掉的规划。模拟拆掉中正纪念堂厝顶，将灯体柜包起来，还是将灯上刷到地下石坑？这是民间三大世界学会发起的竞图展优胜作品，提供位伫台北市中心43年的中正纪念堂多元的新设计。不过最近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成员拄役。黄淑怀、叶凤玲联名投诉媒体，指出文化部开千万补助相关活动，刷定位无清，专案小组到今无具体成果，批评执政党欠意志甲能力，使之转型停滞。太慢了嘛！他在任8年，而且国会还都是占绝对优势的，都不能推动，如何去做？这完全要靠政治意识，不是用说的。对小组成员的质疑，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蔡总统真嘛，伫下定进前会当个推进转型正义，不过也强调目前无拆除中正纪念堂灯体规划。蔡总统也指示呢，希望在他的任内结束以前，在转型正义上要有所进展。关于中正纪念堂转型这件事情呢，确实我们有相当完整的这一个研议。那目前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所谓即将拆除
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会继续透过各个管道呢来收集各方的意见。担任专案小组召集人的行政院副议长郑文灿表示，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包括安怎重新确定组织定位，安怎做到去个人化、去权威化、甲空间改造，目前由原来甲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希望找到上大共识，也有过证年当日评估推动转型正义5法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淡江大学航太系团队今早起呢，搁伫咧屏东旭海发射场成功发射这科技火箭，正做旭海发射场启用以来头一个2届完成试射的团队。3、2、1，点火！科技火箭 J411透早伫屏东旭海的火箭发射场试射，火箭顺利发射成功。这届试射本来安排伫初3，因为海葵风太顺延。淡大的团队伫6月成功发射科技火箭淡江1型了后，这届火箭是以淡江1型做基础，同款是单一载火箭，而且更较进步。之前淡江1型呢，我们并没有制作副材的件身，那整个火箭是比较重。那我们这一次就全部改成全副材，都是采用国内厂商的产品，让我们火箭的技术可以让它本土化。由各国会赞助的这是火箭，总重量42公斤，2.87公尺长，上大直径13公分，飞行高度上悬达到4.2公里，上大载燃2898牛顿，燃烧时间是7秒。淡江大学的 J4火箭就是要补足这个太空运输能量这一块。国科会呢，长期投注在学界的一些能量的培养，希望在这里能够发掘一些人才。国家太空中心讲，旭海的发射场到即卖已经有阳明高大甲成大的火箭，也佮有淡大2届试射，拢总有4支火箭发射成功的经验。因为太空产业最近正发展，为了补足台湾太空产业链当中太空运输的不足，会透过持续支持学界的科研火箭计划，提升学界的研发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头一个子宫头癌疫苗不良反应，佮卫福部的这个案例呢，法院已经判这民众2届胜诉啊。妇女团体含立委早起就呼吁卫福部，这救济本地就要放零来认定，千万唔通搁再上诉。讲起查某囝 Amber 承受的痛苦，和爸爸艰苦过自责，因为 Amber 伫108年高中2年迄年自 HPV 子宫口癌疫苗了后，确诊是幼年型风湿关节炎，互外界叫做是痛痛女孩。迄当时申请有防注射受害救济，互驳回，后来佫提起行政诉讼。总算等到今年8月得到胜诉，不过爸爸并无得到安慰，颠倒烦恼卫福部会继续上诉。我们的孩子中有人自残，有人卧轨，试图解脱这场噩梦。我不知道卫福部的长官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少数的人呢，应该被看到，而且被救济。妇女团体表示，痛痛女孩是自 HPV 疫苗了后发生不良反应查某囡仔的情妇，目前已经接到30多件申诉，其中26位是11到16岁的青少年。当痛痛女孩向卫福部提出有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诉时，审议小组多数都认定是不良事件，甲疫苗无关系，只有5件得到救济，甚至头一位痛痛女孩贝拉，法院2度协判胜诉了后，卫福部搁提起上诉，到达拢无结果。上诉了，我们赢了，他们是不是仍然要说我们？法官和法院不专业，我们医学才专业，我们这几个医生才专业，还是药厂才专业？法官在判决理由里面有讲了一些东西，其实会让以后的审议很难运作。立委甲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本着救济制度将款认定的精神，唔通阁上诉。那根据国健署统计，2018年到达提供各种女性 HPV。公费疫苗注射有62.1万人次注射，累计接到通报888件不良事件的通报，多数拢是注射的部位红肿、恶心等症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西药剂的人口超过9万人。根据2022年台湾药剂病年报显示，这西药剂的病人伫咧破病前一年呢，有8成的人其本身有高血压，4成有糖尿病，也那3成是有这血油上过悬的问题。提醒民众就要合法控制，才唔免西药剂。
台湾有西游记王国的排名声，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台湾西游记的患者超过9万人，国内20岁以上的成年人，平均每10个都有一个有慢性腰子病。致使后期发展爱西游记，西游记的病人110年健保医疗总支出达到700亿。进一步分析发现，西游记的病人伫西游记前1年，有将近8成有高血压，4成有糖尿病，3成有高血油，三观控制无好是造成西游记上大的风险。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它就影响到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血管，影响到肾脏血管。长久的话，血糖控制不好，它会造成肾功能的恶化。那高血压也是一样。医师表示，三观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少年患者嘛需要注意三观问题，而且慢性腰子病的初期无明显的症头，民众可能腰子功能渐渐恶化都唔知，所以当发现放尿有泡、寒水、真癣这个症头出现的时阵，都爱去病院进行验尿加抽血，看腰子的功能是不是够样。40岁到64岁呢，就是我们3年一次。那65岁以上的民众呢，是每年一次。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提供的。国健署是讲，定期体检会当早期发现腰子病，量早介入治疗。平常时嘛爱加啉水，最好三观控制，莫食薰，避免食无适当的药啊，安尼就较无机会生腰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吉安的稻香村滨高道昨暗发生一普悠玛列车，要通过时阵呢，煞有一台轿车撞入去这黄色的绑仔线，双方伫滨高道相压，加在是无人受伤。警方也依照这涉嫌犯着公共危险罪，甲这嫌犯移送法办。火车通过滨高道，煞甲白色轿车发生压着了后紧急停落来，过程拢被后边汽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现在暗时8点半左右，花莲县吉安乡稻香村滨高道发生4次5次普悠玛列车压着停伫黄色网转线内底轿车意外。因为我开在这里了，然后他那个才放下来，然后我想说，那这里应该可以停啊。哦，他就擦撞到。对啊。都在第一列车，然后突然听到有些剧烈的震晃，然后车子冲到前面，然后就突然停住了。这样应该是有撞到东西，因为我听到明确的那个撞击声。顶个月2日，台铁太鲁阁列车接伫花莲嘉宾段遭到弄一个铁轨内轿车弄掉，造成2只车厢甲强水装置受损。想未到无到1个月，佫发生滨高道事故，好在无人受伤，敢若造成慢分77分钟。警方统计，稻香村滨高道今年到即马已经发生10件闯入临停者违规行为，附近人讲闯入的频率真高。一天好几次。对，因为它中间很长嘛，很多驾驶人会以为说过得去，可是他过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栅栏下来了。评价到义务侦测器启动以后，那个警告那个列车驾驶仍然不急，然后撞上该自小客，那全案我们依那个公共危险罪移送那个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滨高道经营闪光号志阶段期，迄时阵已经启动驾驶人有权强行弄入去，应处15000以上9万以下罚款，各吊扣驾照1年。专案以涉犯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一位民众，伊骑奥多巴伫树5下骹单在青红灯，说互别人检举，收到1张16000块的罚单，搁爱记违规3点。这消息一出来，也引起众人的讨论。现在天气是真热，足侪民众骑车时阵，拢会伫日头拍袂到所在停青红灯。不过，安尼行为到底够违法？7月初，就有一位高雄市民骑机车为着闪日头，向停伫道路中央的树荫，后来民众和后壁驾驶检举，收到罚单，罚金是16000块，佮爱记违规3点。民众真不满，大问题网络嘛引起大家讨论。机车在车道中暂停，阴凉处所躲太阳，差点造成后方车辆追撞。透中道记者实际来到街路看，也是袂少骑机车的民众拢按规矩停伫车架。遮侪民众表示，拢有拄到即款代志。嘛有民众讲家己嘛会停伫树荫等青红灯，不过也是会注意后壁敢有车。阮拢停拢是停喺路边，我袂讲哦，共站当遐安尼嘛袂使啊，人要过嘛歹过嘿。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啊，比较危险。有时候人家前面骑来的时候没有注意看，会撞到啊。如果是开车的时候啊，如果它道路刚好有比较狭窄的话，那或许我们可能要到，可能前面有空位，那我们可能要骑到前面。那有时候可能会
就是有撞到机车的风险。这条万外块罚单引起真侪民众反弹。左营分局表示，交通部过去早有来函表示，骑车逼日头是暂停行为，目前无法规通罚，所以派出所嘛已经撤销罚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个30岁查甫人，伊伫咧面册社团铺文讲要甲查欠送人，毋过若准备领用呢，爱先交13000块，这是注意放射的费用。对方是狗仔有掠到啊，毋过摕无这注射的证明，也或者领用狗仔的人够早起。警方也发现讲，这嫌犯甲查欠送人了后，伊搁再去到宠物店买另外一只狗仔，叫这领用查欠的人爱甲这钱汇互宠物店的头家，也害这个业者呢变做是诈骗的警示口子啊。画面内底这只狗仔恰恰着，真有活力。主人为宠物店甲买转去，毋过是用诈骗来压榨钱达的。伫人面册社团铺狗仔要送人饲的信息，原来这个30岁姓陈的查甫人，之前捌开16000块买一只柴犬，饲半年了后无想要饲，就伫网络顶找新的主人，约定收13000块的疫苗费。毋过受害者钱花过了后，甲狗仔带转去，却是讨无注疫苗的证明，未像嘛无法度联络到对方。被害人发现领养的柴犬根本没有施打疫苗，认为遭诈，遂向警方提告，导致宠物店的账户遭设警示。除了民众互骗去，新北市永和这间宠物店嘛差一点变做是共犯，因为嫌犯搁伫遮买另外一只狗仔，3万2的费用，干那付头期款，搁提供店头的口罩予受害者，尾款予受害者来拿。隶属店头的口罩要变做是警示号。事情也都处理好，我们也在警方调查了。伫网络的社团内底，有真侪动物伴要送人饲的资讯，就算初心是好的，要是真恶意防有心人弄空芳，伫网络顶做动物非法的买卖。近年来算是蛮多见的，你会发现，这是品种犬，怎么可以用？怎么会让人家用领养的呢？对方就又告诉他说，我的领养费一只可能是3万块。对，就是有一点是借用领养的名义，但实际上做这个买卖的行为。动保法明定，动物伴买卖，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网络，拢爱有相关的许可，才会当做交易。不过以认养费、疫苗费的方式来收钱，并无违法。都惊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包装，变作是假送饲、真买卖。记者综合报道。昨昏透早呢，伫咧台中高铁站附近，就民众发现到一只石虎死伫咧大路边。专家认为讲，这只石虎真有可能是台中白雅溪附近活动的这个石虎族群。市政府也表示讲，会来当地这个所在，看这个道路安全要安怎改善。这只石虎互人发现的时已经死去，头壳阁有卷起的血，敢若是互车辆弄死的。地点就伫咧台中高铁站边仔的高铁路2段。附近的民众讲，4个位啊拢是交通的重点，也是大楼。听到石虎伫遮出现，实在真罕见。毋捌，遮自做的，阮搁住附近遮。毋捌看嘿，因为我伫遮做1年将近1年啦，都毋捌看到有师傅啊。本有人员初步判断，这只石虎是公的，已经成年，体重大约是5公斤左右。这是第一摆伫台中湖里发现有石虎互人弄死。台中市农业局除了送去检验，嘛会甲相关的单位来讨论车路改善措施。会在后续请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的专业团体进行调查，以及研究，以确认该处是否为石虎的热点。专家表示，这只石虎敢若是伫找食的过程当中拄到意外才会死去。伊的出现嘛显示白雅溪周围因为环境甲生态地的改善，已经有稳定的石虎族群，应该继续维护环境、改善交通，互生态地会当更较好。实际上，他们可能过去就利用这块觅食，只是他被撞死的时候，其实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会出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其实很多的私有地，所以如果我们要设置保护区，其实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说，是以推动友善农业、改善栖地品质。专家表示，白雅溪沿岸对石虎来讲，已经是常常咧使用的生态走廊，暂时无起动物通道的必要性。若准讲族群有继续扩大，可能会搁再出现族群溢出去的问题。保护生态地，减少人为的干扰，是目前上重要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比利时也发现讲，西蠅这种外来种的动物传了伤过紧，数量超过5万只，对这本土的物种造成正大威胁，也当咧拍拼控制西蠅的数量。另外，伫澳洲的东北部外海，也有这鲨鱼伫咧攻击树林船，靠在船顶上的查甫人，拢互平安救起来。咱叫做洗手蠅的晚上爬去树顶偷食物件，虽然真古锥，毋过这为北美洲来外来物种，这几年伫比利时南部华人区过度生团数量有5万多只，不止常常走去郊区农场偷食鸡仔，甚至已经对本土物种带来威胁。Ça porte atteinte aux espèces qui sont indigènes ici. Du coup, ils volent leur habitat, ils volent leur nourriture, ils se font concurrence, ils peuvent même se tuer entre eux parfois. Ils tuent aussi la petite faune, comme les petits oiseaux qui nichent au sol, même dans les arbres, puisqu'ils sont très agiles pour monter dans les arbres. 因为世界蓝衫族就互人叫因本属鸟蠅的臭名，林务管理当局为挽救伫个险境的乌鹳或者是灰山蚁啊这物种，不得已对因采取个别捕杀手段。Donc c'est une espèce avec laquelle on va être forcé de cohabiter quoi qu'il en soit, et donc la destruction des individus est une solution parfois dont on ne peut pas se passer. 华龙当地立冬出身的环境首长，咧甲动物团体协商，希望用生设陷阱个捕杀的方式控制数量，也呼吁民众唔通搁饲顽熊。另外，伫澳洲虽然鲨鱼真少主动攻击人类，毋过3个伫全球探险之旅的查甫人，设立使长期双体船。经过澳洲东北部外海时阵，向互几只鲨鱼围攻，将船尾架一地落来。We try to pump because it's possible to keep floating more if you just pumping. And bless to the Creator. It's oh, Mikey, just help. 3查甫人发出求信号，好在及时互一只运输船救上岸。虽然因的船已经海去，毋过好在是命还阁伫咧。公司新闻将回面评价。讲到日本的烧宴是真出名，当见到业者推出这烧宴的主题旅游，那会当伫咧餐厅看到这烧宴的比赛，也会当含选手翕相，甚至带这游客去看这选手训练的所在。这是东京都白田区一间用趣味大规烧宴表演招人客餐厅，扛棒就叫做环光镜地牌。虽然场地规模不如每年举行大烧宴的国技馆或者是体育馆，不过引进国际观赏，甚至甲选手斗阵翕相，互餐厅开播以来人是直通通。口コミとあと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あと結構 YouTuber の方、海外の YouTuber の方が撮影しに来てくださって、その方に紹介してもらってっていう形です。Alors j'ai beaucoup aimé,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On était très près des sumo, on a vraiment pu tout voir. Ils étaient vraiment nombreux, je ne m'attendais pas à ça. Et c'était très impressionnant et super intéressant à voir. 除了安尼餐厅参观烧宴部分，也就是大烧宴各地会馆团体训练选手的所在，也同款是一定爱回行程。Because of travel was shut down almost for 3 years, especially even Japan almost 4 years. That it's opened up and it's like I can't have that for 3 years. Now I want it even more. It's sort of like they take away something. Now it's like more interest in it. And I would say mos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know that Japan is different and an experience like no other place. 大肥烧宴这种古老的竞技，起源年代已经无法度稽考，发展到今仔日，除了日本本土的选手人才真多，也有不少外籍选手也真受欢迎。为一个人口比例真高的美国夏威夷，甲同款流行烧宴的蒙古甚至欧亚交界超正共和国，拢有袂歹成绩。公司新闻徐家珍评价。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4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5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